台北建国花市今仔日开始到年底推广减塑胶活动，鼓励民众家己扎环保袋仔。环境部嘛会摆搭准备5000卡袋仔，有需要民众拢会当借。8月下晡的台北建国假日花市，不少民众专工来买花卉实物，大部分的民众是用打商提供的用一盖塑胶袋啊，把花赶回厝。来这个建国花市呢，大概一天大概3万人。那我们有派同仁来这个地方一个一个去算，大概只有1.5% 的朋友他自己会带自己的环保袋，不用塑胶袋，这个比例是真的有点低。环境部长平克明讲，有98.5%的花市消费者使用真侪用一盖的塑胶袋啊，看会出来这个减塑观念无用伫日常生活。为这样代志，8月初日开始到年底，伫遮推广减塑活动，除了家己准备环保袋啊、二手袋啊，订互使用，环境部会伫遮设档，民众扫 QR code 加入会员，就会当借用存款袋。会有5000个环保袋，来这个让民众看是要采买或者是要来租用。环境部讲，隆重1年半的减塑计划，希望用公私协力分阶段来推展，把建国花市打造做亚洲也是全球的减塑示范花市。头一阶段的目标就是今年底，家己准备环保袋仔的消费者，会当为1.5%提升到10%。记者采访报道。